宁侯，昨晚城郊的土地庙有多名乞丐惨死，有一对母子，据查还与大人颇有渊源。如今大理寺认为此案与大人有关，还请大人跟我走一趟。不可能！他昨天晚上在帮我整理酸元帮诬陷我的资料，怎么可能牵扯到命案里面？宁夫人，您可在现场？我不在。那宁侯当时可有人证？并无人证。那还是请宁侯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可是这位大人只是秉公办事，不给大人添麻烦了。我随大人走一趟。多谢宁侯。宁侯，请去普庙查一下。后爷万事小心。哎，宁轩，夫人不必担心。无情大坏蛋，小心点儿。我不会有事的。走吧。宁轩怎么可能与命案有关系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温姨娘，大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大夫人，侯爷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你先别着急，别急坏了身子，要照顾好自己才是。谢谢姐姐，我知道了。妾身先告退了。夫人，要不您也哭一哭？这您不哭传出去，会不会又被他们说是京城毒妇，铁石心肠啊？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，也不知道宁轩现在到底怎么样了。大夫人，鬼白，大夫人，鬼白怎么样？有线索了没有？我有重要的事要禀报，我要想办法见侯爷。哎，等一下，他现在在大理寺，你怎么见他？这事不能耽搁，就算硬闯我也要闯进去。鬼白，那里戒备森严，不是武功高强就能进去的，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。怎么才能见他？我有办法了。什么人？我是墨玉侯夫人，我要见我夫君。宁侯现在是重犯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什么重犯？他现在还没被定罪呢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任何人，我爹是镇远大将军聂向远，聂大人。我是默许。是夫人。我是皇上亲封的二品诰命，看到了吧？这可不是假的。夫人，还请别为难小的们。尚书大人有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宁侯爷。哎呀，官爷，我实话跟你讲啊，我夫君被抓进去的时候，真的太突然了，什么都没交代，我这家里乱成一锅粥了。收下，夫人，要收下，收下，夫人，收下。你们辛苦了，我以二品诰命夫人的身份向你们保证，我绝对送完东西就出来，不会耽误。求求你们通融一下。开门。走吧。宁宇轩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我怎么？你以为我想来看你啊？是鬼白找你有事。侯爷，我去过庙里了，
怎么样？在现场只找到了这2个东西。庙里有打斗痕迹。夫人，此事我不想听。继续说。庙里有打斗痕迹，应该有2拨人，一拨人像是武行出身，另一拨人鞋子轻便。这是行舟之人穿的鞋。茶帮？我原本以为暗杀流民嫁祸于我之人是灵剑星所为，如今看来，难道那个叫阿郎的也牵扯其中了？属下也不明白，是不是这2拨人已经暗中勾结了？难道说我一直在追查的茶帮，委身在海方？看来有必要去一趟。可是，眼下侯爷身陷囹圄，要如何自救？茶帮不除，天下难以安宁。但他们是否与灵剑星勾结，此事还有待查证。你先随大夫人回去。此事看似是危机，或许是转机。是，请侯爷多保重。哎，你有法子出去了？还没有。那你说什么转机啊？府中可一切安好啊？挺好的，有我在能不好吗？走吧。哎，这个，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我听说这儿伙食不好，这是我随身解馋的小食盒，给你留着。怎么样？不想看看里面是什么？不想。谢谢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带鬼白来1颗珠子，今天我给你留下小食盒又1颗珠子，2颗珠子，回去你就要还给我。时间到了，该走了。不许耍赖啊，听见没有？哎，等等，2个流民被杀嫁祸给宁玉轩，所以宁玉轩当日受伤就是被那些流民所伤，对不对？我问你呢，是不是？你要是不说，我就回去让全府的丫鬟都围观你穿这身衣服。说吧。哎呀，你说吧。你要是不说，我们怎么一起来帮我的夫君啊？夫人猜得对，侯爷正是当日追查流匪，被流民刺杀。但侯爷并没有追究，还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帮助他们。那这些流民又为何要刺杀宁雨轩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追杀茶帮，但是难免伤及无辜，所以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些无辜茶帮们的家眷，对他怀恨在心。哎呀，你说这些人也真是可怜，本来就已经流离失所了，现在还要卷入到朝廷的纷争，连命都没了。不过这宁雨轩还真是个好官。
为了置我一人于死地，就杀死无辜流民。你们这些茶帮，死有余辜。曹公公，宁执政，朕这些天收到的札子，都是要求严惩你的。你私底下剿匪那些事情，你以为朕不知道吗？朕只是睁眼闭眼罢了，你还不知悔改吗？陛下，杀父之仇，臣铭记于心，但实在不敢滥杀无辜。哼！宁执政，亏得你娶了一个好夫人呢！现在满京城的人都知道你宁家世代忠良，而莫玉侯却被人陷害。为你燃香请愿的百姓们，快把朕的宫门都给堵上了！臣惶恐，夫人一向喜爱胡闹，臣必定严加管教。众位爱卿的手本，朕都已经看完了。王宁，启禀陛下，关于莫玉侯虐杀乞丐一案，昨日已进行了三司会审，大理寺参考御史台与刑部之意见，酌定莫玉侯罪行不实，拟无罪释放。什么？无罪释放？这大理寺审的什么案子？洞内之民破庙藏身，这就算了。当朝执政居然以虐杀为乐，此案如果不好好审的话，叫天下万邦如何看朕？陛下，虐杀一案尚无定论，刑部上交的证据尚有疑点，此案之恶劣确实闻所未闻。可若严惩莫玉侯，待真相查明之后，发现莫玉侯是清白的，恐怕有损国格。事情真假已不重要，宁玉轩必须要严惩。刑部和御史台的定罪手本朕都看过了，外放州府不足以惩其恶行。但是朕有碍于祖制，不得诛杀此僚。老将军，玉轩是清白的。宣，罪臣宁玉轩行为不检，恶贯满盈，夺去爵位封号，罢黜参知政事差遣，流放沿海，就让他去海方当个县令吧。海方，让他好好的反省反省。退朝。二夫人，这侯爷怎么还没回来呀？是啊，这时辰差不多了。是啊，再等等吧。回来了。都在哪？侯爷，你受苦了，你都瘦了，终于回来了。侯爷，侯爷是在找大夫人吧？让一下啊！小心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啊！小心，小心！宁玉轩回来了。李桑云，你干什么？哎，这是我专门为你接风洗尘准备的。你让我跨火盆？哎呀，
我知道这几日你在牢里吃了不少苦头，所以今天回家，你呢就跨过这个由新鲜柳木条燃烧的火盆，这样就可以去晦气了。撤下去。怎么了？我让你撤下去。哎呀，你看，你不用不好意思。啊，这一会儿燃尽了，它就不管用了，快去吧。谢谢你啊！啊！而且你得跨过去啊！奇怪，把门给我关上。你说这聂桑榆啊，我在牢里的时候还听说他干了几件好事，怎么一回家了他又开始疯疯癫癫了？我，哎呀，侯爷，您可能是误会夫人了。啊？您看那泡了柚子叶的洗脚水，是夫人专门到集市上为您挑选了最新鲜的柚子叶。以鬼白之见，夫人应该是真心想为您驱除霉气。什么柚子叶啊？切！就这柚子叶和那跨火盆，本侯一概不信。神神叨叨。出去啊！本侯要休息了。是。切！这个聂桑榆，哎呀，又放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在里面啊？柚子叶，跨火盆。服了你！处理孙文邦一事，之前因为我入狱而耽搁了，走之前务必要办妥。是。这次侯爷出狱，多亏了夫人巧用了酸文邦，给侯爷造了声势。甲之砒霜，乙之良药。处理的时候要因人而异，别以偏概全了。是。侯爷，这次咱们去海方的时间仓促，您是否要独自前行，还是？聂桑榆得罪了凌剑星，才有了孙文邦一事。把他留在京城，着实让人不放心啊。我再想想吧。宁轩，好。怎么了，夫人？你为什么不跨那个火盆啊？你从牢里出来，就是要从新鲜柳木条烧过的火盆上面跨过去，这样就可以驱除身上的晦气。本侯从来不信这些奇奇怪怪的事。我懒得跟你解释。等等，干嘛？此次去海方，你随我去吧。啊？我随你去？嗯。我不去，我还要在京城开店呢。侯爷。温姨娘有事。婉儿来看看侯爷。大夫人你也在啊？温姨娘，侯爷这遭定是受了不少苦。侯爷一心为国，皇上心里一定是清楚的。假以时日，一定会还侯爷一个公道。有事啊？婉儿听说海方潮湿闷热，真是担心侯爷一时之间会习惯不来，所以在想，要不要把婉儿也带上？最起码婉儿可以做一些合胃口的饭菜给您。
呀。哎，你可以把温姨娘带上，我就不。不用了，我对吃的没那么在意。侯爷，婉儿听说海坊客商云集，有好多新奇玩意儿，婉儿也想去淘点好玩的。啊，而且我还听说那里的小吃特别多，而且都特别好吃，都是京城里没有的。婉儿也想去看看。真的？哎，那边真的是客商云集，而且有好多新奇的玩意儿。是啊，哇！温姨娘，那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吧？哎，这样我们路上还可以做个伴。如此正好，侯爷和大夫人带上我，我在路上可以照顾侯爷，正好也可以陪陪大夫人。好好好，那婉儿先去收拾行李了，婉儿告退。愣着干嘛呀？还不去收拾行李？哎，你怎么从牢里出来的？你不知道啊？你的好名声谁给你宣扬的？你不知道啊？我费了好大心思的好吗？快点！什么呀？我钱匣子空了。给你吧，最好够数。哇，这么多啊！算是你替我挽回名声的报酬。嫌多啊？那还我。这还差不多，不需要回去。谢了啊！这个聂桑榆怎么像换了一个人？这次去海坊形势险峻，希望爹能够保佑我，找到茶帮余孽。我一定会帮你报仇，还世间一个太平，告慰你的在天之灵。不过马上就要到一个新的地方了，希望到这个新的地方一切都会不一样吧，把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都忘掉。你说如果……你怎么来啦？我随便走走啊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随便走走。要是换柴房，可没人跟你换啊！看来明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啊，星星这么亮。你还懂这些呢？你不信啊？你不信，明天就看着，看我说的对不对？哎，宁轩。你看那颗星星，最亮的那颗，知道叫什么吗？叫什么呀？不知道吧？叫参宿。它每天啊都会固定出现在那儿。我之前在侯府也见过，不过没有这么亮啊。哦，而且，其实在它的对面呢，还有一颗遥相呼应的，叫做商宿。这两颗星星是永远都不会见面的，此消彼陌。每次他们两个出现的时候，你就会通过他们的位置，还有他们出现的时辰，判断明天的天气以及现在的时辰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观星啊？这不简单吗？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学会的，反正突然就从我脑子里蹦出来了。而且，就是看看方位啊，看看时辰啊，这些都挺简单的嘛，没什么难的。那你脑子里还有没有蹦出点别的什么？什么别的？比如过去的记忆。
反正他们说我之前做过的那些事情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没朋友就没朋友呗，我还有星星，星星就是我的朋友。哎，我再跟你说个秘密啊，其实以前我经常会偷偷跑出来跟星星聊天的。和星星聊天啊？对啊，借我肩膀用一下。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之前有人告诉过我，每一个地上逝去的人都会变成天上的星星，然后他们就会在天上注视着我们，保佑着我们。他们真的会变成星星吗？对啊，而且啊，你在想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也在想你。他们对我们的爱从来都没有离开过，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，在疼爱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。哎，你有没有疼爱的人？有没有想念的人啊？行。什么？没什么。好啦，明天见。侯爷，我再次带人去巡查了一遍，有几个人似乎不太对劲。都布置好了吗？都布置好了。看什么？今天晚上，你跟我睡柴房。啊？我为什么要跟你睡柴房？鬼白是。哎，你干嘛？我树敌颇多，这些路上不会太平的。刺客若是要来，这天字号房就会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。哦，怪不得你之前不跟我争房间，原来是要拿我当靶子是吧？走吧。啊？住这儿也很不安全。哎，那木须呢？夫人放心，我会安顿好的。哎，我能不能不去那边睡？不能。我可不会跟你睡一张床。看什么呢？什么都没有啊！别捣乱。别装了你！我看这一站一个人影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有刺客呢？你就是看我睡天字号房心里不舒服，是不是故意来折磨我的？你要是这么觉得，那就是吧。我警告你啊，我是一定不会跟你睡一张床的。
见了没有？看什么看？如果你不是聂桑榆，那你到底是谁？我记得聂桑榆后肩胛骨有块梅花胎记。你看什么看？告诉你，不要想入非非，是吧？可这只有一间天子豪房，上！我已经等你们很久了。醒醒！你干什么？你别动手动脚的！别说话了！我找人了！你放开！你听，你放开！有刺客！那赶紧跑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乖乖待在这儿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，相信我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小心点儿！侯爷，刺客已经都解决了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凌剑星绝不可能只派这一队刺客，派2个人专门保护夫人。是。其余的人，带上弓箭，随我出去，给他们一个惊喜。
这么热闹，哎，那岂不是县衙会更豪华？喜欢看热闹啊？那你多看几眼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不然我们赌一颗珠子。赌什么？我赌你到了县衙之后，就会立刻想念宁府。切！还能有比你宁府更招人讨厌的地方啊？我可以赌全部的珠子。这么喜欢珠子啊？那以后就管你叫红珠吧。红珠，红珠，红色的珠，会不会起名字？那你就应该叫蓝珠。蓝珠，蓝珠。对啊，蓝珠的意思就是懒猪，是吧？蓝珠，行，红珠，蓝珠，红珠，蓝珠，蓝珠，红珠，也行，至少也算一对。啊？大人，这次行动又失败了吧？属下无能。这点小事都办不了，怎么跟王爷交代呀？大人，适才谭王遣人送来一封密信。切莫轻举妄动，放宁进入海坊，上下联手，借刀杀人。好，正合我意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那就在海坊来一个瓮中捉鳖。宁宇轩，侯爷，好大的一份礼呀！宁宇轩，这就是你从京城不远万里来办公的点儿。对啊。哎，你看啊，我觉得呢，你现在伤还没养好，不然咱回去养养伤，好了再来。不用啊。啊？用了你的药，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啊，这样啊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与百姓有缘，才来到此。7寸心无愧不负于私民。这匾上都是错别字。对哦，哎，你看啊，这匾上的字都能写错，里面肯定不是什么正经办公的地方。走吧。愧字少了一点，民字多了一点。为官一线，心中少一点愧疚，多一点百姓，何错之有啊？能写出这副对联之人，又怎会最后落得一个贪赃枉法、跳崖自尽的下场呢？走吧。嗯。说不定里面还有别的惊喜呢。走。哎，宁宇轩。
可怕了吧？别进了。怕什么？不是，哎。这是大堂啊，这比灵堂还可怕。我跟你说，宁宇轩，你要是想在这儿，你自己待在这儿，我可不跟你住这儿。谁说我要自己住了？县令携家眷住在县衙，这是规矩。夫人若是不愿意，可以去后院视察一下。后院？但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别从诰命夫人变成饶命夫人了。笑话！这个后院怎么是这个样子？就是这么吓人。那应该就是卧房吧？走，去看看去。不怕啊？没事。侯爷，要不要我去找人准备饭菜？不急，先等等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夫人，我不敢进去。怕什么？我就不信了，大白天的这里头还能闹鬼不成？宁轩，不好了，宁轩！怎么了？那个后院有什么呀？就是这儿，吓死我了！这就是你说的死人？你松手啊！我害怕。你不松手，我怎么去检查死人在不在里面？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都已经怕成这样了，你还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？你讲点理好不好？我是在帮你检查啊。我也是个女人，我也会害怕的。那你平时就不是个女人了？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空的。前任县令携一家老小跳崖自尽，只留下一封血书自述其罪行，除此之外，别无家眷。谁在这儿给他设的灵堂？又是谁摆的棺材？哼，所以，说，所以是个警告。我又没招他们，没惹他们，为什么要警告我啊？他们警告的是我。
他们原本是想给我个下马威，可惜就凭这样的招式，根本吓不到。不过吓到了我身边的这位二品诰命夫人。笑话！我就说一进来感觉有蹊跷，果不其然啊！夫人看似好像一点都不害怕呀。不害怕。那既然不害怕的话，以后夫人住这儿还是早点打扫出来的好啊。为什么要我来打扫？是夫人说的，你是2品诰命夫人，得住在天字号房，而我是7品小小县令，只能住在柴房或者厢房。那我睡厢房去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房间给你，你来打扫。一颗珠子打扫这个房间，你是做还是不做呀？哎呀，没有办法，谁让你是懒猪呢？孟雪，抄家伙！哎，睡呀啊！哎呀，谁把地扫这么干净啊？哎呀，哎，快！参见大人，参见大人，参见大人。大人，小的是这县衙管家，不知道大人今天能够来到海坊，有失远迎，还请大人见谅。无妨。县衙已经打扫干净了，今日天色也不早，诸位早些休息啊。明日落回岗位便是了。是大人。快，走！这些人看起来颇为懒散。对你也缺乏尊敬，不像个吓人的样子。想必这背后一定有人指使。看来是有人想用对待前几任县令的方式来对待我。既然他们想送我们一份大礼，那我们就该好好想想，该怎么回这份礼。齐活。你怎么这么厉害呀？就这一天，咱们这破旧的房子就变了样一样。那是，我是谁呀？行，穆雪，今天也忙活一天了，快回去吧。是，夫人。怎么样？侯爷，属下无能，并未找到老鼠踪迹。怎么可能？我刚才明明看见他在那儿的。不会跑到这里来了吧？啊！鬼白，接着找找。是。侯爷，这老人常说耗子通人性，我们人说的话他们都能听得见。这会儿听说咱们要抓他，藏得正紧呢。
我估计这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了。算了，今天晚上我就睡这儿了。大不了我今天晚上把头给盖上，绝不能让它咬到我的脸。又或者，你去我屋睡，你睡床，我睡地，行了吧？不过如果你不忍心的话，也可以我睡床，你睡地。不去，真不去啊？鬼白，走吧。你一颗蓝珠啊！干什么呀？奖励你自己睡地上，我睡床。明天就让鬼白把老鼠抓出来，到时候自己回房间睡去啊。哎呀，你说你啊，刚到海防，要么就是看见棺材，要么就是碰见耗子。太惨了，这得是得罪了多少人呢？我可没你这本事。我什么本事啊？你说我在宁府啊？对哦，你要不提我都忘了。想当初本小姐是怎么把宁府的下人们治理得服服帖帖的？要不这样吧，明天呢，我去后院打点一下下人，如果事成的话，你给我2颗红珠，怎么样？不贵吧？你要是真能办成，别说2颗了，我给你100颗，怎么样？你说呢？100颗。睡觉。不许反悔啊！100颗，100颗。回禀陛下，臣近日听闻刘平章身体抱恙，陛下派御医前往，也未有好转。今日未能上朝，臣心知这平章之症，乃是心系朝廷，操劳过度所致。平章大人乃是国之重臣，理应先行休养，再行政事。臣斗胆，恳请陛下设立代平章一职，好让刘大人安心养病。王爱卿有何人选呢？陛下，兹事体大，唯有德才兼备之人方可胜任。原先左执政宁大人倒是很不错的人选，只因宁大人触犯了律条，发配海方，恐难当此任。依臣之见，这代平章一职，不如让右执政的凌大人担任。王爱卿不必多虑，太医已经回话，刘平章的身子过几日就能好转，所以代平章一事暂且不议了。禀陛下，谭王殿外求见。传谭王上殿。
臣叩见陛下。皇叔，今日前来有何要事？陛下，臣乃是为平章一事而来。刘大人年迈，体弱抱恙已久，已不再适合担任平章一职。至于新任平章，臣有一人推举。何人？正是林执政。适才刑部尚书王大人刚刚提及此事，没想到皇叔又提及，看来你们二位还真是心有灵犀呀。陛下，臣并未与王大人商议过。不过既然王大人也做如此之想，可见此乃人心所向。皇叔，平章一职关乎国家社稷，所以要容朕好好的想一想再说。事不宜迟啊，陛下。不如陛下问问其他大人的意见。陛下，臣以为新任平章之人选事不宜迟。陛下，臣也以为新任平章之人选事不宜迟。臣附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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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臣附议。众位爱卿都如此，那就是说，朕的决定是错的了。臣不敢。林建新，你怎么想？一切听从陛下定夺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反对。陛下，家事如今离病情好转在即，区数日而已，不必因此便草草定下新任平章人选，更不必设代平章一职。而且臣觉得，林大人并非是最佳人选。那你有何人选呢？臣自荐，愿能为陛下分忧，为国为民尽一份心力。臣也自荐，臣也想做平章，为国分忧。臣虽为武将，亦对国家忠心耿耿。若平章一位空缺，臣愿意主动请缨，愿为陛下分忧。简直胡闹！陛下，皇叔，平章一职确实重要，而今天有这么多位爱卿都愿意承担此重任，所以要容朕回去想一想再说。好了，今天就到此，退朝。万岁！万岁！万万！